手把手祷告手。哇，在这个小小空间里，可以躲上好几个人哦。我们想起这是在哪里吗？这个植物，哇，看起来经历过很多事情哦，好像它阻碍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以至于它被砍下来呢？我们看到它被砍下来，并不能阻止它整个身体的存活，因为它扎根在很稳固的土地上，成为它的支持。所以圣经当中也跟我们说，我们若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，扎根在土里，我们可以很好的成长。而这棵树啊，就像这棵树一样，风吹来，即便是大风大雨，我可能摇一摇，但我不会整棵倒下来。这就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哦，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他所依靠的是稳固的，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哦。在我们生命中，英耶牧师相信，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人生会发生很多事啊，真的是想一想啊，人生中有太多的喜怒哀惧惊喜或惊吓，甚至于有那个让我们爱恨情仇，让我们讨厌的是吗？哇，这个真的是这个它的根盘错，复杂的盘错。但当我们能够知道目标，依靠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可依靠的，那么我们就一样可以来屹立不摇。不是我们屹立不摇，是这位神让我们能够屹立不摇。即便我们看到这棵树好几个地方是被砍断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，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感恩有神可以依靠的。最近什么事情呢？神帮助我们度过难关。有没有带到的事情？可能现在我们正经历那痛苦，被砍掉，但只要记得，使我们成长稳固的是这位神，带到神面前。我们家庭也一样哦，可能家庭的关系很多故事错综复杂，但是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仰望天，哇，这位在天上的父与我们同在啊！分享家庭共同的经验，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